識到朋友，今日有獎品，技術進步，有得踢草地，開心投入，入到靚波 Happy Football。導演俾多幾廿秒嚟講下得唔得啊？係咯，咁我哋喺 social 啊、mental 啊、physical 方面咧，都係突飛猛進。我見到學生咧係 enjoy 足球，佢哋係好投入㗎，比平時訓練咧增加100%。所以而家有多啲機會接觸唔同區域嘅學生咧，其實對佢哋嘅得着係好大嘅，亦都帶到佢哋俾佢哋知道，其實踢波係一個國際嘅語言嚟嘅，大家可以互相溝通，唔一定要認識對手，但係當個足球就係佢哋嘅溝通方式。